呢個文景之治，即係咧漢高祖實行咗無為言治與民休息。呢個文帝同埋景帝停兵接見，就係呢個盛世，就係文景之治。漢武帝有啲改革，讀書院聽下董仲舒嘅意見時候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係呢個國家思想。對呢個私人政府開設5級博士例如優秀青年，好嘅就可以任職中央，冇咁好嘅就任職地方官員。地方可以察舉人才，即係推行察舉制。獨尊儒術嘅好處就係士人重視品行，使治清明。呢個就一改壟斷官位嘅局面，有助團結良社會聯繫。武功一改和親政策，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，解除咗威脅；派張騫出使西域，聯合諸國，但係俾匈奴俘虜咗。第七，中咗交通令，可惜聲望遠揚，特失品貢。出伏征服朝鮮，平定閩越、南越、西夷後，版圖擴大，驅匈國力。呢個就係唔好嘅。多次用兵，令國庫虛空，人口銳減，令佢大興土木，令民生困苦，地方動亂頻生。